现代科技新产品无塑胶人冠精神。教育部今仔日颁发国家讲座主持人、国家产学大师和学术奖。今年的学术奖得奖者当中，有一位是台大地质系吴益明教授所研发的批波警报器，会当伫大地动所发生的进程5秒至8秒发出警告。那这个伫咧台湾已经有咧使用咯，即嘛推广到有地动风险的国家去啊。 台湾位伫环太平洋地震带，常常发生地动。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的吴益明教授研发出会当提早预警的批波警报系统，毋但伫台湾的中小学、科学园区、捷运有广泛的应用，嘛输出到世界各国。阮是这有疆界的科学家，咱就是希望讲，因这种的像缅甸啦，还是讲像是印尼或者是。 我若去尼泊尔嘛，捌去不丹，因迄种所在吼，经济无咱遮好，因的厝都当然无遮好，地动来会就较严重，咱就会使甲咱的经验甲伊推广去迄种所在。另外，伫国际正出名的脑科学研究专家江安石教授，伊甲团队发表的鬼子型全脑神经网络图谱，透过透明的组织来看基因的表现，对大脑运作研究有真大帮助。 我们就发明了一个科技，让生物的组织变成纯净透明的。那你基因的表达，用荧光会放荧光的蛋白质来表达特定基因的表达，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每一个不同的基因表达在身体的不同的细胞，因为其他的细胞都透明的了。 担任颁奖人的总统蔡英文也指出，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到研发疫苗，相信大家拢会当感受到研究者对世界的重要性甲贡献。立法院嘛，当咧审议教育部对产业合作提出的创新条例草案，希望透过企业资源扩大学校的研发能量。我们希望透过适度的松绑法规，让产学之间可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来稳定培育国家重点领域所需要的人才，让学术研究更能带动产业的发展。今年的国家讲座主持人奖拢总有7位得奖人，国家产学大师有3位得奖人，有10位学术奖的得奖人，分别伫人文艺术、数学甲自然科学、生物、工程应用等等的无同领域有丰富的研究。蔡英文嘛讲，做研究是一条真辛苦的路。 政府会继续努力，和每一位研究者更较侪支持。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